李香蘭，一個眾所皆知又不甚熟悉嘅名字。呢支日文嘅夜來香，大家聽過未呢？精通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。滿洲國流行歌曲大賽中獲得頭獎，首次登台只係13歲。西洋聲樂教育，抒情女高音，佢嘅唱功同感情演繹得淋漓盡致，亦係當時上海灘7大歌后之一，係成為當時嘅中日嘅超級巨星。佢第一部嘅重要電影係1938年《蜜月快車》，片中係飾演一個中國女子，形象又清純動人，所以佢迅即走紅。1941年去到台灣巡迴公演，台北街頭處處掛起世紀之寵兒李香蘭來台廣告標語，掀起台灣歷史上史無前例嘅追星浪潮。之後佢拍咗好多由滿洲影畫協會製作嘅電影。滿影喺1937年日本控制滿洲，即係而家中國嘅東北，成立一間電影公司，由日本政府同滿鐵，即係南滿洲鐵路公司，主要目的係透過電影宣傳日本嘅大東亞共榮圈理念，推廣中日親善，同埋美化日本響滿洲嘅殖民統治，試圖俾觀眾感覺日本同滿洲嘅關係友好合作，淡化侵略。影片表面上浪漫勵志，表面上係一個溫柔愛國嘅中國女性，配合影片嘅親日主題，演出大受歡迎。1945年日本戰敗，滿影隨即解散。電影批評為日本侵略嘅宣傳工具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，被控以漢奸罪名，各界大為震驚，讓眾多中國人為之傾倒嘅一代歌后，竟然係個如假包換嘅日本人。李香蘭本名山口淑子，1920年遼寧出生，父母都係日本人，漢奸罪名不成立，被軟禁6個月後無罪釋放。同年1946年遣返日本，返到日本繼續佢嘅演藝事業，去過荷里活拍片，之後仲去香港邵氏拍過幾套片添，做過記者，日後從政，積極推動中日友好。佢嘅自傳《我的前半生》入邊寫住，自己不過是歷史洪流中嘅一隻棋子。當年即係1944年，宣布辭職離開滿影。響北京記者會上，曾經為多部演出美日影片而向中國人道歉。1998年已經係78歲高齡嘅山口淑子重返中國東北，親自去平頂山慘案遺址嘅紀念館，目的係推動中日友好。平頂山慘案喺1932年發生喺遼寧撫順，當時日軍係為咗報復抗日嘅游擊隊嘅襲擊，驅趕居民到南村空地，強行趕入預定嘅地點，屠殺超過3000名手無寸鐵嘅村民，用機槍對人群掃射，持續咗1個多小時。掃射之後，日軍仲用刺刀刺殺幸存嘅村民，仲放火燒村。日軍將死難者屍體移到山崖底堆起嚟，幸存嘅受傷者同屍體都放埋一齊，灑上汽油焚毀，然後將山崖嘅石炸落嚟掩埋屍骨。平頂山村徹底摧毀。平頂山慘案嘅歷史提醒大家，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犯下嘅罪行，日本侵華期間殘暴行徑嘅鐵證。李香蘭晚年努力從事促進中日友好工作，希望和平合作，永不作戰。
請訂閱、留言、分享出去。